港九高層失兩親，記者前落淚。你太太嘅兩個小朋友已經走咗。佢原本係為被千夫所指，事故後不顧而去嘅港九小輪出嚟解話，但原來佢太太屋企人當日都喺南丫4號，其中2位10歲嘅小朋友就葬身大海。喺我自己個人亦都有親屬喺呢件海難嘅事情係遇到事嘅。對於發生呢次海難呢，我哋會心比遺憾，亦都希望能夠死難者得到安息。咁海泰號冇留喺現場啱唔啱啦？船係入水同傾側啦，亦都有亦都有乘客受傷啦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係要作出啲決定咧，係當時船長一個好緊要嘅決定。佢仲為54歲船長辯護。據我哋初步理解咧，船長有留低喺現場。嗱，根據我哋所知道咧，係喺肇事之後咧，船長留喺現場咧，起碼作出佢哋嘅檢查或者其他嘅之類。肇事船長有27年揸船經驗，揸呢條線都有3年咁耐，斷咗3條肋骨。根本而家佢就算行嗰啲人，咁亦都講嘢係較為即係好想講嘢。其實我想係做咁，但係因為都要佢心理醫生嘅問題。不過當時喺船上嘅鄭小姐就話唔覺得佢哋有處理過。樓下有2個船員，咁但係當時船員係冇同我哋講過嘢㗎，佢就衝咗出去個船頭嗰度望一望，然後就話我哋駛翻去碼頭咯。咁當時甚至冇按緊急程序叫乘客着救生衣，質疑船員欠缺應變培訓。而撞到爛晒嘅南丫4號就已經拖咗去南丫島牙架灣沙灘，水警繼續影相搜證，調查點解會沉得咁快，同有冇人違規操作，預計要半年先至完成報告。